香港中環的霓虹在雨幕中暈染成一片迷離的光海。謝霆鋒的風味總部大樓此刻燈火通明，卻比窗外的暴雨更顯清冷。這棟價值15億港幣的商業帝國，在過去的72小時裏完成了股權交割，新主人是來自新加坡的餐飲基金，而創始人謝霆鋒的名字將徹底從股東名冊上消失。消息傳出的瞬間，整個華語娛樂圈的脈搏都跟着錯了一拍。15億不是小數目，斷尾求的雜麼生？答案在隨後流出的零碎訊息中拼湊出輪廓。謝霆鋒旗下4家關聯公司同時啟動清盤程序，個人資產重組涉及橫跨影視、音樂、餐飲、特效製作4大板塊的複雜鏈條，而這一切動作的最終指向被港媒簡化為6個字：為王菲讓路。但真正的戲劇性在於，當事人王菲被拍到在北京三里屯的茶室裡與友人品茗，聽聞記者提及15億時，只是淡淡抬起眼皮，用指尖撥弄着杯中的腦中水仙，說了句茶涼了，該續水了。那神情仿佛在聽一件與己無關的舊聞。當謝霆鋒的商業版圖在會計師筆下被精密拆解時，輿論場的另一極卻爆發出更驚人的能量。張柏芝的社交媒體在深夜11點17分上傳了一張照片，5隻大小不一的手碟放在英人粉色的襁褓上，配文只有一個表情符號：絲帶結。嗅覺敏銳的余記立刻調出他3個月前出入漾和醫院的模糊影像，加上此前他曾在直播中無意識撫摸小腹的片段，一跳4胎千金認祖櫃中的敘事連瞬間在熱搜榜上炸裂。更有自稱謝家內親的匿名爆料者聲稱，英人的出生證明上父親欄刻言寫着謝霆鋒3個字，而謝賢在2天前的私人飯局上舉杯時那句家門之幸，則被解讀為老爺子對血脈延續的公開認證。但詭異的是，謝霆鋒的律師團聚在次日清晨發出的聲明中，隻字未提張柏芝或新生危，更強調所有商業決策均基於市場評估，與私人生活無關。這份滴水不漏的公關稿，像一塊冰投入沸油，濺起的不是冷卻，而是更劇烈的猜疑。時間倒回20年前，謝霆鋒與張柏芝在菲律賓海灘上的婚禮船，帶着少年人不管不顧的烈性，他單膝跪在細沙裡，戒指盒被海浪打濕，他卻笑得比頭頂的太陽還耀眼。那時的王菲正牽着竇靖童的手走過北京胡同的槐樹蔭，耳機裡放着自己新錄的《將愛》。滾然不知命運的紅線，佢在3年後以更糾纏的方式將他與那個小他11歲的男人重新繫緊。2008年照片門的驚雷劈開所有人偽裝的體面，謝霆鋒在記者會上握住張柏芝顫抖的手，那一刻的保護欲是真的。2012年宣布離婚時，他在律師樓門外被拍到眼角泛紅，那一刻的疲憊也是真的。而王菲與李亞鵬在新疆辦理離婚手續的同一天，謝霆鋒的微博關注列表裡悄然出現了他的名字，沒有互動，沒有點讚，像兩顆行星在各自的軌道上計算着下一次交匯的毫秒差。2014年世紀復合被拍到在公寓廚房裡一起煮飯，王菲穿着她的舊 T 恤，他繫着圍裙顛窩，狗仔鏡頭裡的油煙竟比煙花更有人間氣。這8年裡，他們從未官宣，也從未否認。只是偶爾在機場被拍到同行時，王菲佢自然地把手插進他外套口袋，而他佢低頭替他調整松了的鞋帶。這些細節被粉絲逐漸放大，成了風飛戀最堅硬的證據鏈。但娛樂圈的弔詭之處在於，每一次看似塵埃落定的幸福背後，都埋伏着舊劇本的幽靈。張柏芝在離婚後獨自撫養 Lucas 和 Quintus， 那些被拍到的清晨送學、深夜陪練足球、生日派對上一個人吹蠟燭的瞬間，構建出堅強單親媽媽的公眾形象，也暗中澆築着某種道德資本。他從未在公開場合指責過謝霆鋒，甚至在節目中被問及往事時還佢說他教誨我很多。這種克制反而讓部分輿論自動倒向受害者敘事。當他在2018年秘密生下第3子小王子時，生父之謎成了華語娛樂圈最長壽的懸案，而這次4胎千金的傳聞，恰好在謝霆鋒商業動盪的時間節點爆出，很難不讓人聯想是否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操控輿論天平。
謝賢在那場飯局上被問及孫女時，86歲的老人放下雪茄，用慣常的江湖腔調答道：我謝家的大門永遠開着，孩子姓謝，就是我的命根子。這番話被媒體反覆咀嚼，既讀出認祖貴中的肯定，也品出家門之幸的潛台詞，似乎在暗示謝霆鋒與張柏芝之間仍有未斷的聯列，而王菲的冷眼旁觀則被刻畫成一段插入曲的宿命休止符。然而，當我們撥開八卦的雲霧，謝霆鋒的斷尾或許藏着遠比情感糾葛更冷酷的商業邏輯。他名下的票朝廷特效公司曾因《全城熱戀》、1942等作品風光無限，但近年隨着納地特效團隊的崛起和 AI 生成技術的衝擊，利潤空間被擠壓得近乎透明。風味品牌雖然坐擁5家實體店和龐大的線上食品供應鏈，但疫情期間餐飲業的陣痛讓賬面負債率攀升至危險線。此次出售股權所得15億現金，若按專業理財師的分析，足以清償所有關聯債務，並騰出3到5年的轉型緩衝期。更耐人尋味的是，接手的新加坡基金背後站着東南亞最大的食品科技孵化器。這或苦意味着謝霆鋒的真正目的是以退為進，將重資產變現後，輕裝上陣壓住預製菜賽道或虛擬廚房新概念。他在商業論壇上說過的那句廚師不能只攰顛鍋，船要看懂風向，此刻看來更像一則提前發布的預言。而王菲作為他商業版圖的凌遲股者，他的冷眼與其說是情感疏離，不如說是對伴侶商業決策的絕對尊重。畢竟天后本人也是將工作室、演唱會代理、版權管理分離得涇渭分明的理財高手。至於張柏芝的4胎，即便 DNA 鑑定書真的存在，按照香港出生登記條例，父親欄的填寫也無需經過謝霆鋒本人的現場確認，而謝賢那句家門之幸更可以解構為長者對任何孫輩的自然喜悅，與父母是否符合毫無邏輯關聯。但宮中永遠渴望故事，尤其渴望一個浪子回頭、舊愛新歡、豪門血脈交織的古典悲劇。我們在社交媒體上查着井號謝霆鋒正新出戶井號，井號王菲輸給4胎井號，井號張柏芝終極贏家井號的話題時，是否想過這些標籤本身就是對3個成年人複雜人生的暴力簡化？王菲在2023年被問及感情觀時，曾用她特有的空靈語調說：愛是流動的，不是凝固的，是現在的，不是過去的。謝霆鋒在同年的訪談裡談到責任時，罕言地嚴肅：我首先得對自己負責，才能對別人負責。而張柏芝在直播裡抱着孩子哼歌的間隙，隨口說過：我的安全感從來不在別人手裡，在我自己賺的每一分錢裡。這3段話單獨看都是通透的人生哲學，拼字時卻像3面互相折射的鏡子，照出的全是旁觀者自己投射的執念。謝霆鋒的15億究竟是割肉子選船是金蟬脫殼，王菲的沉默是莫言船是信任，張柏芝的新生涯是重逢的序曲船是獨立的終章，謝賢的豪裕是父權的宣言船是誰無的慰藉。所有這些問號，在真實的生活裡或苦根本沒有統一的答案。如記在通稿裡寫句知情人士透露，那個知情人士可能只是大樓保安或茶餐廳侍應。粉絲在超話裡寫鐵證如山，那座山可能只是兩張角度巧合的立位照片。我們舉着放大鏡研究他們每一次皺眉，每一句含混的回應，每一張疑似同款的床單，卻忘了自己也正在被算法研究。我們的憤怒、感動、暫聚、爭論，最終都化作流量池裡的一串數據，供養着整個娛樂工業的下一個循環。此刻，香港的雨停了，中環的霓虹倒影在濕漉漉的街道上，像打翻了的調色盤。謝霆鋒的辦公室已經清空，據說他只帶走了一把用了10年的錘刀和王菲送他的那盞古董煤油燈。張柏芝的社交賬號又恢復了日常，曬的是大兒子 Lucas 的鋼琴考級證書和二兒子 Quintus 的足球獎盃。新的英人藏在畫面邊緣，只露出一截木質的弧線。王菲被拍到在雲南大理的民宿裡曬太陽，身邊放着一本翻開到2/3處的《金剛經》，她偶爾抬頭看雲，偶爾低頭微笑。
謝賢在淺水灣的豪宅裡修剪他那些名貴的羅漢松，剪刀咔嚓作響，像在裁剪時間的邊角料。這四個人連同那兩個被推上風口浪尖的孩子，終究要在各自的生活軌道上繼續運轉，而我們的鍵盤狂歡並不會讓他們的日出提早或延至1分鐘。畫虎真正的理性吃瓜不是停止關注，而是承認我們永遠只能看到水面上的冰山，永遠無法窮盡冰面下那些複雜的、矛盾的，甚至當事人自己都難以言說的暗衝。最後，讓我們把視線從八卦的麥花筒上移開，回到每個人都在面對的日常。我們之所以如此熱衷窺探他人的分合聚散，往往是因為在自己的生活裡找不到確定的腳本。謝霆鋒的斷尾勇氣，王菲的冷眼定力，張柏芝的印早堅持，謝賢的家門情懷，若剝離明星光環，不過是普通人也會遇到的職業抉擇、情感信任、親子關係和家族奇苦。這些命題沒有標準答案，也不該有道德審判。與其爭論誰贏了誰輸了，不如想想我們是否也在某個深夜為辭掉一份高薪工作而念轉，為一段不被看好的感情而堅持，為孩子的姓氏或學歐房而焦慮。明星只是把我們的集體困惑放大了100倍，演給我們看。所以下次再看到聳動的標題時，不妨先深呼吸，記住那杯被王菲說該逐水的茶。故事可以亮，但人心要熱；真相可以模糊，但善意要清晰。娛樂圈的瓜田永遠不缺新果，但我們的生命只有一次，用它來理解複雜，而不是簡化善惡；用來擁抱自己的不確定，而不是審判他人的選擇。或許才是這場永不落幕的真人秀給我們的真正禮物。畢竟，謝霆鋒玉掉大樓後要去哪裏做下一道菜？王菲明天會不會為某人唱一首新歌？張柏芝懷裡的寶寶何時第一次叫媽媽？謝賢的羅漢從那年能長到屋檐高？這些都應該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安靜的、不被熱搜定義的幸福。而我們也該關掉屏幕，去聽人身邊人今天的呼吸，去感受自己手心裡真實的溫度。理性從來不是冷漠、中立，也不是沒有立場。在眾星喧嘩中選擇不輕易站隊，在信息碎片中選擇等待更多拼圖，在情緒洪流中選擇守護內心的秩序。這既是對他人的慈悲，也是對自己的救贖。願我們都能在別人的故事裡看見自己的影子，卻不被那個影子困住。